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夜話，我係盧思發。今日呢一集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流傳響新界北一帶充滿懸疑味道嘅故事。呢個故事冇想象中咁誇張，冇大喊大叫，冇血肉橫飛，但就係因為佢太似真，先至令人聽完之後背後面一陣涼意。故事發生響一間位於新界北嘅茶餐廳，唔係高級餐廳，唔係網紅打卡店，就係一間好普通、好地道、開到深夜嘅茶餐廳。附近夜晚唔算好旺，周圍多數係村屋、工地、貨倉。入夜之後，條街靜到連車聲都聽得好清楚。響故事未開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like 呢集故事。未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嘅朋友，幫手按下面訂閱個掣。另外，想大家一齊分享俾其他朋友知道呢個頻道。我哋開始呢一集故事。呢間茶餐廳平時都有做外賣，尤其係夜更，成日都有司機、保安、地盤工人或者附近居民打電話叫餐。所以一開始呢單外賣職員都冇研究咁多。大約凌晨12點幾，電話響起。當時接電話嘅係一位夜更阿姐。佢以為又係平時嗰啲炒飯、奶茶、腿蛋、三文治，點知電話另一邊嘅聲音好奇怪，唔係好大聲，亦唔係故意扮神秘，反而係一種好平、好空洞嘅聲。對方講嘢好慢，似係刻意一句一句咁講。佢話要叫外賣，仲講得出一個地址。問題就出響呢度，因為對方講嘅地址唔係附近常見嘅住宅，亦唔係工廠大廈，而係一個幾奇怪、幾模糊嘅位置。職員問多兩句，對方只係重複一次送到嚟就得，然後對方又加咗一句：你哋送到嚟會有人收。夜更阿姐當時都覺得有少少唔對路，但做生意有客就做，何況呢啲夜晚單反而最容易出現古怪客人。咁就照落單，安排師傅整餐，再叫送餐員帶過去。送餐嗰個係一個平時做慣夜更外賣嘅阿強，佢啱啱送完幾單，本來都覺得冇咩特別。但當佢帶住餐上車之後，先發現有啲唔對路。佢打算照跟地址揾，但一上車，個天突然好似更加黑咗。去到目的地附近，情況更加古怪。呢個位表面上睇落似係一帶舊村路，兩邊都係樹同圍欄，路燈又唔算多。阿強跟住導航慢慢去到最後一段時 ，GPS 突然失靈，個地圖不停轉圈。定位一時去左邊，一時去右邊，最後乾脆停咗。阿強向到自言自語講：唔會咁邪嘛？佢望出去，四周靜到出奇，唔好話屋，連一啲燈都冇。但係奇怪嘅係，佢竟然隱約見到前面有一間細間低矮嘅屋仔，門口仲亮住一啲黃燈。佢落車，帶住外賣行過去，越行近，佢越覺得唔舒服。嗰種感覺唔係有人盯住你，係好似周圍啲空氣都壓住你，行一步都重過一步。到門口嘅時候，阿強先發現間屋外面冇門牌，亦都冇信箱，甚至連門框都好似有啲殘舊。去敲門，冇人應，再敲一次，先至慢慢傳出一把聲：放低就得。阿強即刻覺得背後一寒，因為把聲唔似普通人講嘢，反而好似從好遠好遠嘅地方飄過嚟。不過做呢行見怪唔怪，佢都係照做。佢將外賣放低，轉身準備走，點知呢個時候門縫突然慢慢打開少少，裏邊黑漆漆，咩嘢都睇唔到，只見到一隻手伸出嚟，隻手好白好瘦，指甲仲有啲黑。阿強本來想接錢，點知對方遞出嚟嘅唔係鈔票，而係一張冥鈔。佢呆咗一秒，完全唔知點反應。嗰張紙唔知係咪被香燒過，邊位有少少焦黑，中間印住啲陰陰沉沉嘅字樣。阿強即刻縮手，問一句：喂，做咩嘢用呢啲？但門內面冇回應，跟住門就臨啪一聲關上。阿強當時已經唔敢再停，佢即刻帶住張冥鈔翻上車，心想住翻去茶餐廳先講。但係翻去嗰陣，佢又開始覺得後座好似有人坐住，佢唔敢回頭，一路走，一路只係望住倒後鏡。最詭異係倒後鏡入邊，後面明明咩嘢都冇，但每次經過路燈，佢都好似見到有一個模糊人影坐響後面嘅位置，低頭唔出聲。返到茶餐廳之後，阿強即刻將成件事講出嚟。夜更阿姐一聽到冥鈔兩個字，已經覺得唔對路，因為佢話之前都有聽過附近人講，嗰一帶入夜之後，有時會接到奇怪電話，
講嘅地址根本揾唔到，而最尾收到嘅往往都唔係真錢。有人話係有人惡作劇，亦有人話係精神有問題嘅流浪漢，但亦有人講得更加邪，嗰啲地址其實係通去另一個地方，而外賣唔係送俾活人。阿強當時聽完已經即刻起晒個皮，但件事未完。第二日茶餐廳準備開工嗰陣，夜更阿姐發現電話留言有一段錄音，錄音入邊係一把好細好慢嘅聲，唔好再送嚟。佢哋開頭以為係講笑，但再聽一次先發現尾段唔止一把聲，好似仲有第二把聲，低低咁重複一句送錯咗啊。之後幾日茶餐廳開始出現一連串怪事。夜更阿姐話凌晨埋單時，收銀機入邊會莫名其妙多咗一張舊舊地嘅銀紙。廚房阿叔話熄晒燈之後，玻璃門外面試過見到一個人企響度，冇面，只係得一團黑影。而阿強更加離奇，佢連續幾晚都夢見同一條村路，夢入邊佢永遠都係帶住外賣行向同一間冇門牌嘅屋，每次一到門口，門就會自己打開少少，入邊永遠黑色一片，然後就係嗰隻手慢慢伸出嚟接走個外賣，再遞翻一張冥鈔俾佢。最恐怖嘅係阿強有一晚夢醒之後，發現自己枕頭底真係有一張紙，唔係真鈔，係一張同佢響嗰晚嘅翻嚟嘅幾乎一模一樣嘅冥鈔。去到呢度，成件事已經唔再似單純惡作劇。有人話可能係阿強太疲累，發夢發得太真，亦有人話係送餐嗰陣摸到啲唔乾淨嘅嘢，返到屋企就跟住入夢。但亦都有另一個版本流傳得更加耐。最有街坊話嗰間屋其實本來唔響嗰度，以前嗰度係一片荒地，之後先慢慢起村屋。而響好多年前有一個家庭就係響附近出過事，從此之後每到夜深人靜就有人聽到電話響聲，一接聽對方就會講要叫外賣，而如果你真係送過去收返嚟嘅就唔會係人間鈔票。至於係咪真有其事，冇人可以證實，因為當你想再揾返嗰個地址嘅時候，會發現導航根本對唔上，想再打過去電話號碼已經唔存在，而嗰間茶餐廳過去一排之後亦都慢慢換咗其他地址。但呢個故事之所以可怕，唔係因為有幾多鬼，而係因為佢太接近日常。外賣電話、茶餐廳、夜更、地址、送餐、收錢，全部都係我哋每一日都會見到嘅嘢。只不過有時候你以為自己送緊一餐飯，實際上你送去嘅可能係一份你唔應該接觸嘅邀請。所以今晚如果你深夜聽到電話響，而對方講出一個你從未聽過又偏偏似真非真嘅地址，你會唔會照樣接單？定係你會記住一句，有啲外賣真係唔應該送？今集講鬼嘢話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類香港都市傳說、靈異怪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下一集我會再帶你哋去另一個更加陰森嘅地方。